再来讲，伫咧高雄有民众投诉讲，77路的公车司机态度普遍拢真歹，怎有济伙人要问司机，煞去互对方大声甲骂、甲侮辱。不过客运公司表示，这个司机是惊这个长辈徛无在会跋倒，这个讲话较大声，还个对司机加强训练。公车顶时大人想要问问题，话还未讲了，就互要求爱登记座位，伊的口气嘛愈来愈激动。跋倒啊，因惊天几惊，搁咧叫，搁咧过落去，毋是我爱甲你大声，是恁爸爸。无客气的口吻加上口舌的言辞，互边仔乘客看袂落去，甲过电梯落来囥去网络，指控司机无必要对士大人口气遮尔歹，嘛讲有当时啊洗车习惯无好，有当时啊激动，有当时啊爆冲。调解说明说，希望他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缓和，然后更让乘客可以直接感受到说，其实驾驶的本意是好意的。客运公司表示，这名司机已经上班8档，无互投诉过，有可能是烦恼士大人跋倒，才会讲话无经过许可。也要考虑到别人啦，咱袂使讲干那考虑我们啦，人家公车司机他也是很累啦。看司机有来念几路念到真正足烦的，要落车。有民众认为司机是为着乘客安全，唔免伤过要求，嘛有人坐其他司机的车辆共款碰到这种状况。交通局即时回应，已经要求客运公司爱对驾驶加强各界列管，嘛会甲这件代志列入因服务品质的评鉴内底。记者王刘婷、柯正俊报道。